台北市的宝林地市发生食物中毒的案件，到今已经过2个多月啊。就受害者质疑，头先台北市长蒋万安讲会替大家出医药费，不过到今拢等无。市府嘛无对宝林地市的负责人申请加扣押，烦恼业者若是走无去，因会讨无赔偿。法务局即马嘛有出面来解说。今年3月底，台北县议湾表宝林地市发生食物中毒案，造成35人身体无拄好，有4个人不幸死亡，也有2个人伫住院。头一个当前出院的患者黄淑君表示，经过22天加死神伫车病，总算治疗好出院。不过，这么多的医疗费用是患者沉重的经济负担。我们当然是很希望可以尽快就是收到那个赔偿金啊，或医疗费用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一笔费用。有周刊报道，有一个同情住院家属控诉，当初台北市长蒋万安，伊讲要支付所有同情治疗费用，不过即马60万块医疗费用，因为厝内经济有困难，只好先甲亲友借钱。他们的相关在加护病房的医疗费用，我们市府考量到他们这些沉重的负担，愿意来给予支付。另外，要受害者质疑台北市政府拖延无对宝林负责人李凤贤提出假扣押，怀疑业者早就脱产，烦恼赔偿无希望。对这代志，法务部驳回讲，宝林事件市政府不是受害人，加上若是有假扣押的需求，市政府会补助费用。目前大部分受害人偏向由小机会协助，提起团体诉讼。我们也有委请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及消基会做过评估，目前2会也认为，因为宝林茶室的财务状况不好，所以没有提出假扣押申请的必要。因为发票不是开宝林的发票，它是开百货公司的发票，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来一起来负连带责任才对。法务局讲，受害者选择个人诉讼还是加入团体诉讼，这2个拢是独立的庭事。市政府尊重每一个受害者的意愿。消基会嘛预定6月13要举行团体诉讼说明会，但是宝林地市负责人也甲总部顶5个相关人员，目前是无出境记录，也是受有检方限制出境的处分期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